咁其實講開樹木，我諗大家其實都會覺得好熟悉，因為其實我哋身邊咧，只要你落街，其實你都會見到樹木，條街、公園，甚至乎你住嘅地方啦，我諗好少可就冇樹木喺度嘅。咁啊，特別係有啲私人，譬如私人屋苑嘅平台啦，都有大量嘅綠化同種植。咁樹木管理咧，如果講開，咁我諗大家其實或者嗰個有啲切身啲嘅感受啦，同埋我哋嗰個辦事處更加息息相關啦。因為樹木管理係我哋其中一部分嘅工作啦，即係我哋辦事處主要嘅工作啦。咁但係今日我哋講一啲極端嘅天氣，咁其實我哋除咗關注樹木管理點樣去透過妥善嘅管理去減低嗰個樹木嘅風險之外咧，其實種樹啊，即係我哋種植樹木啊，對於成個嗰個氣候，而家我哋講緊嗰個極端天氣嗰個變化咧，其實都有好大嗰個幫助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嗰個內容咧，其實就會係兩方面，我都會為大家去分享嘅。咁我哋首先睇睇，如果我哋冇透過一個妥善嘅管理嘅樹木，會有啲咩事可能會發生先咧？有兩個個案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啊，第一個兩個個案都係舊年發生啊，4月啦，第一個咁已經開始。舊年或者大家都有印象啦，即係舊年4月已經開始有啲幾大嘅暴雨啦。咁呢個發生喺衛理道啦。咁你見到嗰個地點係一個斜坡嚟嘅。所以呢個係咪？唔緊要。咁喺個斜坡上邊嘅一棵樹啦，咁佢就跌咗落嚟，咁都算係好彩冇傷人，亦都冇損毀到車輛啦。咁但係阻咗一條路。咁我哋睇翻之前，其實呢棵大家可以睇到張相啦，就係23年12月嗰陣睇到嗰個樹木嗰個狀態。如果大家見到嘅樹木，你都會覺得其實佢好似唔係好似大家一般見到一棵健康嘅樹木咁。咁你見到佢其實好似冇乜葉啦，同埋黃色嘅，點解枯晒咁樣？咁結果其實喺跟住第二年嘅4月，因為落雨啦，咁都應該因為喺斜坡上邊，或者佢個結構都已經出現咗啲問題，咁所以嗰陣就倒塌咗啦。咁呢度其實我想再提多一點咧，就係其實你見佢喺一個斜坡上邊咧，咁你或者會冇懷疑，其實佢係一個私人物業嘅範圍之內。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大家作為物業管理人員啦，其實唔淨止係要關注，即係譬如你喺個屋苑上邊見到個平台上邊嘅樹木，甚至乎地下嘅樹木，其實都要睇睇自己嗰個屋苑嗰個範圍，究竟個有啲斜坡啦，或者係你個圍牆出邊都有啲範圍，都係屬於你嘅物業咧。其實上面嘅樹木咧，都係屬於嗰個業主係需要去管理。咁啊，講翻呢個例子啦，即係其實如果係有做到一個樹木嘅檢查啦，當時發現到一棵咁嘅狀態嘅樹木，好可能其實你一做咗個檢查之後咧，其實你就會安排去做一啲風險緩減嘅工作啦，甚至乎係移除咗棵樹木嚟。咁第二個例子啦，就喺長沙灣嘅廣利道。咁呢棵樹又點咧？咁你見到冧咗落嚟，即係消防員圍住佢嘅，又係一棵超過10米嘅大樹啦。咁呢一棵同頭先嗰個例子咧就好唔一樣嘅。你見到佢好似有枝有葉喎，咁都幾靚仔啊，係咪？同頭先唔一樣啊嘛。咁點解佢會冧咧？大家可以睇睇上面嗰張相，其實睇到佢又唔似之前嗰個個案啦，成棵塌咗落嚟。其實佢係中間斷咗嘅。咁我哋可以再睇翻之前呢棵樹嗰個狀態啦。
其實咧，佢棵樹嗰個樹幹咧，其實有好多樹洞啊，同埋好多腐爛嘅地方。咁呢一啲咧，如果我哋有做到嗰個樹木風險評估，或者做一個樹木檢查咧，其實喺檢查嗰度咧就會睇到呢一啲咁嘅表徵啦，我哋叫做。咁有可能咁又會再做一啲詳細嘅檢查咧，咁發現到如果嗰個樹幹嘅中間其實係已經爛晒，咁當時咧就應該係可以做一啲措施啦，可以防止到之後嗰個樹木倒塌呢個風險咯。咁樹木管理、樹木風險有即係如果管理得唔好，咁就會有倒塌風險啦。但係頭先都有提過啦，樹木其實你唔會係咪零風險咧？頭先好似斜坡咁，樹木唔會零風險嘅，反而樹木其實會有好多好處咯。咁呢個我諗大家其實都唔會陌生，因為其實我哋喺有樹木嘅環境咧，會令到我哋即係身心都會健康啲啦。因為你望到綠色嘅環境咧，你個人都可以輕鬆啲啦。咁另一方面，對於嗰個環境嗰個效益咧，亦都係非常好，即係佢可以為我哋降溫啦。可以美化到環境，同埋其實大家可以諗下，如果係喺個樹蔭下邊去行咧，同你真係冇樹嘅地方去行咧，我諗係香港特別咁多高樓大廈啦，同埋而家咁熱嘅天氣咧，個分別真係可以好大。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呢個就或者對大家嗰個就比較關注啲嘅，因為其實喺嗰個物業嚟講，如果你有一個好嘅園景啦，或者係有啲綠化地方，其實都會為嗰個物業咧帶來一啲經濟，為嗰個物業會增加呢個價值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如果有綠化嘅地方，而你又係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即係其實如果你室內係需要開一個冷氣嘅，咁如果出邊係多啲綠化地方咧，其實你入邊開嗰個冷氣咧，亦都未必需要用咁多去可以省到嗰個電力啦。咁呢都係綠化嘅其中一啲好處。咁究竟點樣先可以我哋係合適咁去種植呢啲樹木咧？咁其實有一個大嘅原則啦，就係種植有方，因地制宜。咁係咩嚟嘅咧？咁其實最主要個原則咧，我哋要睇下你嗰個目標啦，同埋要睇下你會種喺邊，跟住去揀一個適合嘅品種。因為你咁樣做咧，先可以確保到你種落去嘅樹咧，可以持續健康咁生長咯。咁種植目標，咁你好多時候你去種植咧，你都要考慮翻，其實自己有啲咩目標係想達到，即係好簡單，我淨係想種啲樹靚啲，咁或者係有啲地方你其實想要一個樹蔭，咁你就或者會揀一啲比較大嘅樹木啦，咁就可以提供一個樹蔭嘅地方，咁或者係你想營造某啲嘅景觀嘅效果，譬如你想做一個花海咁啊，有啲會揀一啲開花嘅植物啦。咁呢啲其實喺個設計者要首先定咗呢個目標啦，咁跟住要配合翻個環境啦。究竟嗰個地方係大係細，會唔會有足夠嘅泥土俾嗰啲植物去生長咧？咁譬如喺大家管理嗰啲物業嗰度，咁或者你都會去留意下，其實你哋嗰個種植區或者係個花槽會係喺咩位置啦？喺地下啦，喺一啲平台花園啦，究竟佢有幾大咧？會唔會喺行人路邊咧？
咁兩者配合之後咧，咁其實你就會去揀一啲適合嘅品種，種喺一啲特定嘅位置啦。咁啊，跟住落去講下我哋成個樹木管理嗰個工作啦。咁首先為大家介紹下究竟係樹木管理嗰個責任。咁其實政府咧，樹木係好簡單分開嗱，一係喺私人嘅土地啦，一係喺政府嘅土地。咁政府嘅土地咧，其實我哋每年都會做一個樹木風險評估，或者大家物業管理人員都有聽過。咁對於私人物業嘅樹木，其實我哋政府係做咗啲乜嘢咧？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網頁啦，咁係有一個版面，其實就會擺晒所有啲私人物業樹木護養嘅資料嘅。咁有一本樹木管理手冊啦，應該大家都唔會陌生。咁喺呢度可以去下載啦。咁呢個手冊我哋喺16年推出嘅，咁入邊就講咗所有樹木管理方面嘅資料啦。咁有3部分嘅，第一個就係我哋會講到樹木擁有人，即係嗰個業主，究竟佢喺樹木管理有啲咩責任咧？第二部分我哋會提到究竟成個嗰個樹木嘅風險評估應該係要點樣去做咧？第三部分就會係有啲一般嘅樹木管理嘅資料啦。咁如果作為一個物管人員咧，其實最主要，因為其實佢係代表業主去管理嗰個物業嘅。咁喺一個樹木管理工作嗰度咧，其實佢就最主要清楚自己嗰個擔任個咩角色啦，同埋需要去揾啲咩合適嘅人去做一啲管理嘅工作啦。咁香港雖然而家未有一個真係有一個法例去規管私人物業上邊土地上面嘅樹木需要去點樣做一啲管理嘅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唔係有一個妥善嘅樹木管理，而導致到有咩意外對於一啲訪客啊，或者對於公眾咧，其實喺普通法同埋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底下咧，都有機會要業主為呢啲事件會負上法律責任啦。咁另外，如果個物業係有成立到法團嘅，咁喺物業管理條例啦之下嘅大廈管理同埋維修工作守則。其實我哋頭先本樹木管理手冊都已經納入咗個守則度嘅，咁所以物業管理人員其實都需要按住嗰個管理手冊去妥善咁護理物業範圍內入邊嘅樹木啦。咁私人土地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一啲土地契約嘅條款啦，呢個大家都應該都熟悉嘅。因為地政喺出個地契俾一啲物業嗰度，而家嗰啲新嘅契咧都一定會有樹木保護條款啦。如果你笪地係有樹木嘅話，同埋一啲景觀嘅條款。咁呢啲條款係啲咩嘢嚟嘅咧？如果有樹木保育條款咧，其實即係代表地政總署，其實如果你需要申請斬樹，甚至係一啲好大型嘅修剪咧，你都要經過地政總署嘅書面同意啦。如果唔係就唔可以亂咁斬樹啦。咁景觀條款就係你去做嗰個物業嗰個園景嗰陣，咁去完成咗之後啦，咁其實你係需要按住呢個條款去保持嗰個清潔同埋啲園景嗰個健康嘅。咁我哋講到嗰個風險管理啦，樹木咁其實係有生命噶嘛，咁其實佢因為佢都會受外來嘅環境影響，咁有可能令到佢結構同埋健康出現問題。咁更加就係如果係有啲暴風雨或者颱風，就更加令到佢容易倒塌啦。咁樹木風險，其實我哋講緊係啲咩咧？就係樹倒塌機會
同埋其實最主要另一樣咧，就睇下佢附近有冇目標，即係譬如如果好似你喺一個花槽入邊係遠離嗰個行人道嘅或者行車道嘅，其實棵樹如果倒塌落嚟係冇目標，即係唔會影響到人嘅，咁其實呢個風險係好低嘅。咁如果棵樹係健健康康，咁亦都倒塌風險係唔高嘅，就算係 even 喺行人路或者車路隔離。咁所以我哋就要留意嗰個樹木風險，係要兩者夾埋先去決定係高定低。咁呢度我哋其實都又係我哋個網站啦，咁係會有，你除咗頭先有本手冊咧，其實都好多有好多小冊子，或者係有啲video 一啲動畫，可以令到大家去更加容易啲理解，同埋成個嗰個妥善樹木管理嗰個流程嘅。咁有幾個步驟，咁我好快咁同大家介紹下。第一個就係一定要聘用一啲合資格嘅專業人員啦。咁或者大家都去揾開唔知透過咩途徑，或者去揾開一啲園藝公司、樹藝公司幫大家去做一啲樹木護養工作啦。咁但係我喺呢度就想為大家介紹一個咧，我哋發展局喺2020年10月推出咗一個樹木管理人員註冊制度。咁喺呢個制度之下，我哋有唔同工種嘅樹藝人員，咁有樹藝師啦、樹木風險評估人員啦，同埋其實有啲攀樹員啊、鏈鋸員。咁其實物業管理人員咧就可以考慮去聘請一啲呢啲註冊人員去為你哋去做一啲樹藝嘅工作，因為佢入得呢個註冊制度咧，其實佢代表係學歷啦、資歷啦，同埋工作經驗咧，都達到我哋嘅相關嘅要求。咁對於大家嗰個佢將會做嗰個工作咧，都會有啲保證嘅程度啦。咁喺我哋個網站咧，其實就你可以佢名入去網站就輸入睇睇佢係咪嗰個持牌係有效嘅。咁另一樣就係頭先講過嗰個，大家都想即係有 quality assurance 啦。如果佢係個 performance 或者個工作係有啲咩問題咧，其實就可以同我哋反映翻嘅，因為我哋都有個審查機制，去睇翻嗰個註冊人員嗰個工作嘅質素。咁第二個步驟，咁其實呢個就係你要知道其實你屋苑入邊究竟有啲咩喺度啦，有啲咩樹喺度。咁頭先講過啦，第一樣好重要就係要睇翻你個物業嗰個界線，跟住就去睇下上邊有啲咩樹啦。咁做翻一個樹木資料庫，咁嗰個資料庫咁當然即係樹木個資料要喺度啦。咁同埋要有相啦，咁之後你去做嗰個管理咧，就會更加容易同埋清晰。咁第三樣就係頭先講過樹木風險評估啦。咁我哋政府每年都會去做喺風雨季前。咁其實呢度我哋喺我哋嗰個網站亦都擺咗相關嘅資料啦。我哋有指引啦，亦都有啲表格可以俾大家去參考啦。如果係私人物業嘅樹木都係想做一個樹木風險評估。咁但係呢度咧，我又想同大家介紹下，即係好簡單。你見到呢啲咧，就即係覺得應該都有啲問題嘅。如果你屋苑上入邊嘅樹，即係見到佢有斜啊，或者係見到個樹幹係爆晒，或者有樹窿咧，呢啲就要緊急啲去處理啦，因為呢個都有風險嘅。咁另一樣就係，譬如你見到有啲病蟲害啦，即係棵樹生咗啲菇啊，或者係隔離嗰幅相就係有啲白蟻嘅跡象啦。咁呢啲亦都係一啲樹木常見嘅問題，係會影響到結構嘅。一影響到結構嘅樹木咧，就或者佢可能好多葉，你唔覺得佢健康有咩問題，但係影響到結構咧，就會影響到佢有倒塌嘅風險。咁呢方面都要值得大家注意一下。咁有一樣新嘅嘢想同大家介紹啦，唔知大家之前有冇聽過豬紅毛斑螺，或者你有冇留意到有啲榕樹係突然間，咦點解可以
之前見佢都冇乜嘢，突然間冇晒啲葉嘅，即係好似而家你見到呢個咁，咁佢就係因為受到朱紅毛斑蛾嘅襲擊啦。咁呢個係啲咩嘢嚟嘅？呢隻蛾蟲其實一直都存在，咁佢嘅存在，佢個幼蟲咧就會專揀啲榕樹嘅葉去食嘅。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極端天氣或者氣候變化影響到，點解呢個問題越嚟越嚴重？因為喺熱嘅溫度之下，呢隻蟲咧就會係繁殖得更加快。咁所以咧，而家咧嗰個情況就係，其實因為你知香港咧，其實嗰個夏天又好熱，冬天又好似唔係好凍，咁其實好似全年都已經係一個比較高溫嘅狀態，所以就令到呢個蟲害就會係變得嚴重咗。咁過去幾年其實政府喺呢方面都做咗好多措施去希望緩減啦，咁而家係緩減咗嘅。咁如果係譬如你喺個屋苑都見到有榕樹，如果你有榕樹嘅見到咁嘅情況咧，咁你就大家可以去留意下。咁我哋有啲咩措施咧？簡單為大家介紹。咁最主要咧有一個措施就係喺嗰個樹幹上面包一啲麻布袋包。咁咧呢個係做咩嘅咧？其實係阻止咗啲，因為個成蟲會喺下邊啲樹葉匿埋咩產卵，跟住就結繭，跟住佢孵化咗出嚟之後，就會爬上去食嗰啲葉啊。咁所以喺中間嗰度咧就可以幫手 trap 住咗啲，即係阻止咗佢爬上去啦。咁就好似上邊你見到啲相嗰度咁樣，就靠人手去捉啦。同埋最主要就要清咗下樹底下啲樹葉。或者泥土嗰啲蛹啊，咁等佢唔可以結成成蟲。咁另一樣，如果你真係有呢個問題，或者揾出邊啲公司咧，佢或者會建議你去用啲藥。不過呢個咧就大家要小心咁去睇睇係咪用啦，因為其實香港個環境都比較密集，咁用藥或者會影響附近啦，有居民啦，有其他植物嘅，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咁我哋嘅網站啦，亦都係有朱紅毛斑蛾嗰個防治嘅方法啦，同埋其他短片介紹。好啦，咁啊做晒所有樹木款嘅風險評估，咁我哋亦都係要做一啲緩減嘅工作啦。咁呢度可能對大家熟悉嘅嚟講，就係一啲去做一啲修剪嘅枯枝啦。咁我想講嘅就係，如果係做完嗰個樹木風險評估，你嗰一棵樹係有一個存在或者幾大嘅風險咧，其實就應該去盡快去安排移除。如果冇任何可以緩解工作可以做到嘅話，咁最後一樣就係所有呢啲工作其實都需要保持翻一個記錄啦，因為呢個係可以幫助到大家去出年即係來年再去睇翻樹木嗰個變化，同埋去做翻一個妥善嘅管理工作。咁樹木護理方面，咁喺風雨季啦，咁當然大家如果係可以嘅話，就去做一個樹木風險評估。咁如果喺嚟緊，我哋而家面對啦，一風雨嘅季節，咁喺颱風過後，其實都建議大家可以去做翻一個巡查啦。如果係發現到一啲係受影響嘅樹木，都可以盡快去做一啲緩解工作，甚至係移除啦。咁日常嘅樹木護理方面，咁呢啲就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即係做翻啲淋水或者修剪。喺呢度想特別同大家講解下，即係如果係你聘請嗰啲人員話幫你修剪樹木咧，切勿不可給他們去幫你做一個截頂嘅工作，因為呢個我哋都有見過嘅。咁因為嗱，即係美觀上嚟講，第一個印象咁當然係唔好，你剪晒佢所有嘅枝葉，咁呢個亦都係截斷咗所有佢去製造食物嘅來源啦。另外，其實截咗頂咧，其實有可能喺嗰啲地方，其實會腐爛，咁跟住就會影響你個樹木個結構。咁另一方面就係修剪方面啦，即係
要係一個合適嘅修剪啦，即係唔好要扯甩棵樹、寫咗樹皮啊，或者係一啲太大嘅枝嗰個直徑咧，其實都唔適合做嗰個修剪。咁我哋個網站亦都有好多樹木修剪方面嘅指引啦、小冊子啦，可以俾大家去參考啊。咁最後即係講啦，如果你真係需要移除棵樹木咧，頭先講過，首先第一樣其實你要睇睇嗰個地契。如果地契係有一個樹木保護條款咧，就要跟地政總署有個地政署作業備考。屬2023號，咁去提交一個樹木保育同埋移除嘅申請啦。咁就地政總署就會去考慮啦。咁有可能會需要做翻一啲補償嘅樹木啦。咁啊，大家要得到嗰個批准之後，先可以做嗰個樹木移除工作。咁樹木工作其實係一個長遠嘅工作嚟嘅。咁有我哋種咗樹啦，其實要透過一個妥善嘅管理，先可以令到佢持續嘅生長啦，減低樹木風險，同埋享受到即係樹木為我哋帶來嘅好處啦。咁更多個樹木嘅有關嘅資訊咧，其實大家可以參考我哋發展局嗰個網站啦。咁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唔該晒各位。